神經書講出家底，出了個簽年16第8節，按樣人講到，何人出家得到一滴嘅利息，但係要切心嘅路，要盡力嘅路，嗱，人個人得到咁多嘅利息，但係唔切心，唔公平，意思嚟講咪？出家從細裏從小得到啲嘅利息，人個人得到安泰嘅利息，但係偏偏實實，但係唔忠切，呢就神經夠把出家，何人出家得到一啲嘅利息，但係要公平，要切心嘅啲，嗱，然後一個經節講出家啲，喺呢個簽年2第7節咁樣講到，上帝準備將幫持切心嘅人，每人要忠切嘅心，上帝準備將幫持出家。然後佢做出家嘅定牌，在出家嘅成佛嘅路途，意思係講佢肯定出家嘅善心行到正嘅路，係萬人要相信上帝，上帝嘅真理能夠肯定出家嘅善心去到好嘅路，出家嘅品格去到切心嘅路，聽用一個經節教埋出家，好讓出家傳到小小嘅利息，讓個人傳到太多，但係冇公平嘅啲。意思就責任啦，自家社經你喺度啊，冇咪佛提天才，但係要忠切，要識，要勇，都唔怕啊！啥時間要盡力，要切心嚟行呢個社經，因為到自家以下苦衷之時，自家要痛苦之時，自家要苦難之時，佢嘅反義講，佢能夠幫助自家，到上帝幫助自家，一天自家能夠出一個苦衷嘅路，一天自家能得到啲勝利嘅路，因為前人嘅主幫助自家，帶自家得勝嘅路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